美国下党派的参议员有提出法案，要求美国的行政部门爱甲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合作台湾代表处。长期以来对待友善的这个议员因提案是表示讲，改名会当互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代表全台湾的民众，唔是干那台北市的经济利益尔。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相牵连，台美的关系最近几年一直深化。即马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台湾代表处法，呼吁甲台湾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承认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台湾人民，毋是干那代表台北市的经济利益。法案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长期友台的美国现任参议员孔希雄。And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长期以来不分党派，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及强化台美关系的一致支持。孔希雄已经是第3届提出相关的法案。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也提出过台湾政策法，内容同款要甲驻处正名做台湾代表处，佮要强化对台湾的关守。We also have put forward legislation that we hope to pass very so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raining it will ne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e CCP's efforts.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当年甲美国友台的议员推动台湾代表处正名，2011年甲2013年就捌提出台湾政策法，2021年众议员 Sherman 等人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到今年的台湾代表处法提案，拢显示美国国会挺台湾的力头。要改名呢，虽然谈了很久，但是中间呢也涉及到美国内部行政部门是不是能够执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捌做过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林认为讲，代表处换名议题可能引起北京的反弹，尤其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复杂，敢真正会当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恐惊还有一段路要行。因为驻美代表处对外因为台美无邦交，虽然甲大使馆的地位无同款，不过无影响到双方的交流。广西新闻采访报道。